爆出漢他病毒感染的豐田亞斯號郵輪要往西班牙離島的港口，大概是有140個人要接受體檢測試。目前，美國、英國、加拿大這個國家是派專機去把因國家的公民接倒轉去。不過，目前又閣傳出2大傳出有懷疑的病例。西班牙境內迄個是目前死亡病例坐同一班飛機，因那另外一大是英國的海外領地豐田亞斯號郵輪要挖港。西班牙衛生局冊報表示，東南部阿里坎特一個32歲女性出現輕微的呼吸道症狀，目前已經送醫接受檢測，結果有隔2天來公布。這個疑似病例，馬甲死亡的荷蘭患者坐同一班飛行機。另外一個疑似病例是出現在英國海外領地全球上偏遠的特里斯坦達庫尼亞島。這個男性親像感染帶院太太自主隔離。豐田亞斯號郵輪4月13到15停靠過當地，乘客有落船參加導覽。過去商店甲酒吧，另外再有大約140名乘客甲船員的郵輪，預計佇當地禮拜日透早停靠西班牙特內里費島，船長人員會接受體檢，擱佇嚴格管制之下進行測試。Yo les digo que con toda seguridad no hay ninguna posibilidad de interrelación con la población civil. Va a estar todo aislado y acotado. Solo van a acercarse. 西班牙表示，只有在各個專機準備好勢之下，乘客才坐小艇離船，佮轉坐巴士去機場。美國已經同意派遣專機接回公民，英國也會比較辦理。加拿大是安排中其他國家還未公開具體計劃，煩惱自身安全的港口工人舉行示威，要求當局完善防疫配套。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目前爆發的安第斯病毒株是唯一已經知影可能在人甲人之間傳播的漢他病毒株，不過通常需要甲有症狀的患者長時間密切接觸，才可能感染。專家強調，大規模擴散風險真低，各國衛生單位會繼續追蹤郵輪旅客甲接觸者，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譯。